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7月1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雅各书第2章第8节到13节，创世纪29章第31节到35节，约翰福音第13章第1节到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洗脚。洗脚对游牧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耶稣基督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使用新人家里的洗脚水，这也表示洗脚水在当时候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物品，也可以说是迎宾的重要礼节。耶稣基督曾经受邀到一位法利赛人的家中去吃饭，而那一天却来了一位有罪的妇人，她来帮助耶稣基督洗脚。她是用她的眼泪、头发来帮耶稣基督洗脚并擦脚。然后呢，他还用了贵重的油膏膏抹了耶稣基督。当时候主人法利赛人心里面嘀咕着，耶稣基督怎么能够接受一个有罪的妇人的洗脚？耶稣基督就告诉他，事实上他自己是失礼的。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他家的时候，他并没有给他洗脚。洗脚不但是当时候的人进门的一个礼节，也更表达了主人是否看重进门来的客人。在犹太传统文化当中，另外有一件事情也会使一个人或是一对夫妇被看得起或是得到尊重，那就是有后代、儿女。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儿子，因此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，就应许他要赐给他有儿子，不但这样子，并且要让他的儿女如满天的星星那么多，如海边的沙子那么多。后来又因为亚伯拉罕的太太无法生育，就私自的决定将自己的女婢夏甲送给了亚伯拉罕。当夏甲有了儿子之后呢，他就开始对自己的主人撒来不礼貌，他就以为自己从此之后就可以得宠了。我们也看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，她因为没有儿子而苦恼。虽然她的先生并没有因为她没有儿子而对她冷漠，反倒加倍的爱她、呵护她，但是哈拿却仍然心里苦闷，因此她就求上帝赐给她儿子。将来他必定会将儿子，他这样决志，要奉献给上帝，作为上帝的仆人。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雅各的2个太太，那一对姐妹花拉结与她的姐姐利亚身上。雅各心里所疼爱的是那一位他第一眼看到在井边遇见的拉结，但是因为他舅舅的诡计，因此他就先娶了心目中的爱人的姐姐利亚。
今天的圣经这样告诉我们：上主看见利亚不如雷杰，就是拉结受宠，就使利亚能够生育，而雷杰不能生育。利亚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她说：上主看到我的苦情，现在丈夫一定会爱我。因此她就为孩子取名为吕便。她又怀孕生了第二个儿子，她说：上主又给我这个儿子，因为他听见我不受宠爱，于是给孩子取了名叫西缅。她在怀孕生了第三个儿子，她说：这次我丈夫一定会更依恋我，因为我给他生了3个儿子。于是给孩子取名为利位。她又怀孕生了第4个儿子，她说：这一次我要颂赞上主，因此给孩子取名犹大。于是利亚停了生育。在过去的那一种文化氛围底下，有孩子的妇女在家里就可以非常的骄傲，甚至看低其他的人，如同夏甲，也如同利亚，想借着生儿子来得到雅各的宠爱一样。他们都失去了基本的礼节，不愿意自己谦卑来接纳别人，如同法利赛人对于洗脚的态度一样。犹太人、法利赛人、经学士以及祭司们，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是选民的身份，就已经得到上帝的宠爱，因此他们就排斥别人，特别是外邦人以及他们心中所认为的罪人。也如同夏甲、如同利亚的心态一样，他们把生孩子当成权力斗争的利器，排斥、压迫没有孩子的人们。在法利赛人家中洗脚的事情当中，有几件事情值得我们去重视的。第一是法利赛人的骄傲，他没有替耶稣基督洗脚，基本上就失去了应有的待客之道。可能因为他骄傲，看不起耶稣基督。第二，他看清那一位有罪的妇人，也因此他这样的取笑耶稣说，他若是先知，就知道这妇人是罪人。第三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将来做预备，就是以香膏来膏抹了耶稣基督。第四，约翰福音的记载呢，约翰说他是这个犹大是个贼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今天的经文，约翰福音第13章所记载的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所强调的那种生命态度谦卑。这是发生在逾越节前一个晚上，最后晚餐所发生的事情。耶稣基督说，圣经记载，耶稣基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穿上外衣，然后就回到自己的座位。他问门徒，我刚才替你们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你们尊我为师为主，这是对的，因为我本来就是，我是你们的主。
你们的老师，我尚且为你们洗脚，你们也应当要彼此洗脚。我为你们立了榜样，是要你们照着我替你们做的去做。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奴仆不比主人大，奉差遣的也不比差遣他的人重要。既然明白这事，你们若能够实行，多么的有福啊！耶稣基督为门徒们洗脚留下了重要的典范，就是那个居高位的需要能够谦卑服侍，甚至要愿意屈膝为人来洗脚。雅各书第2章第8节到第13节，我听见了爱人的声音，他穿山越岭向我奔来。我的爱人像羚羊，像小鹿，他站着在我家中的墙边，他从窗口探进，从窗格子往里面窥望。我的爱人向我说话。新郎说：起来吧，亲爱的，我的美人，跟我一起走吧。你看，冬天过去了，雨季已经过了，郊外百花盛开，鸟儿歌唱的时候到了。在田野间已经可听到斑鸠的声音，无花果开始成熟了，葡萄树也开花放香。起来吧，亲爱的，我的美人，跟我一起走吧。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洗脚的精神，让我们愿意学习谦卑，乐意服侍，将主的爱与人分享，特别要学习爱别人如同自己，爱仇敌如同自己。祷告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